移民加拿大嘅68歲男士回香港探親，由太太陪同到來我們辦事處尋找性價比高嘅聽力方案。男士在加拿大從事高噪音嘅工作，剛剛退休，在加拿大配了一對2000加元的助聽器，噪音抑制效果差，戴得不舒服。替男士做聽力檢查，發現男士左耳耳膜退化，左右耳中度弱聽，中音及高音聽得較差。給男士使用我們的16通道 VKI 專業助聽器及 Max 助聽器。外出試機，兩款助聽器嘅人聲都清晰，降噪效果則以16通道 VKI 專業助聽器最好。由於男士在加拿大居住，男士決定購買這兩款助聽器，多一步做後備。祝願男士在使用我們這兩款助聽器後，聽力得以改善，可以正常跟太太溝通，可以跟太太周圍去旅遊，生活愉快，身體健康。